看台南市区有真侪树啊、甲扛棒哦，拢互风台扫落来，上侪时哦，毛4万外户失电。伫台南的安南区哦，透早就开始淹水，民众是赶紧把家具搬走，用沙包来挡水。 风台带来的风雨，靠海的台南安南区城西街一段附近，半暝2点出现积淹水的状况，水深一度是淹到小腿。28号透早，水深还有半个脸啊，遮尔悬。当地住户只会使无来堆沙包，把家具架好悬，不断的把水往外口来倒。3、4点那时候就开始了，因为家里是涨潮啊，一些冰箱都坏掉了。那下午要几呢？阿嬷，你唔着规暝拢无困无？无啊。 是迄个中小囡仔袂赴迄个吗？嘛唔知咧，仲那嘛唔知。哦，仲啊，真拢起更加真啊袂困的咧。顶一届是爸水灾较有应该，啊，农村的台风拢无像安尼啊，就爸水灾较有呢。5点多蛮潮啊，这物件无锁管，阮这就规间又搁换了了啊。 落树去互强风吹倒，唔但缀着几台乌托邦、汽车，甚至搁缀着厝、挽下电线，部分是直接倒伫马路上，阻断交通。拄数类风台28号半暝开始影响南部地区，台南深夜开始风雨变大，真侪民众去互强风影响到规暝拢无困，各地嘛陆续传出灾情，还佫有幼龄的围墙倒去，是好佳在目前拢无传出重大的伤亡。 台南地区一度停电4万外户，台电嘛赶紧派人来抢修。截至透早8点，小港阁有4137户还未复电。另外，台南市府是统计，截至28号透早9点为止，新稻树倒去案件将近890件，广告招牌落落来超过40件，整体大约930件。台南市府已经全力动员，调派人员甲机具，展开移除的工作，还有市民安全的通行空间。记者郑云台报道。